各位兄弟姐妹平安。这是咱要来吟诗，信息282首，感谢主，着感谢主。这条诗歌真简单，干那4句，等下若是唱唱的，应该就会使背起来。真简单，啊头前的字拢会重复安尼。好，咱做阵来吟诗。第1节，感谢主，感谢主，着感谢主，着感谢主上帝，感谢主，感谢主，着感谢主，着感谢主上帝，因为伊主爱，因为伊主爱，甲稳定永远存，感谢主，感谢主，着感谢主。着感谢主上，好，过一摆，感谢主，感谢主，着感谢主，着感谢主上帝，感谢主，感谢主，着感谢主，着感谢主上帝，因为伊主爱，甲稳定永远存在，感谢主，着感谢主。感谢主上帝，你在阿罗主，阿罗主，着阿罗主，着阿罗主上帝，阿罗主，阿罗主，着阿罗主，着阿罗主，因为伊主爱，因为伊主爱，甲有地永远存在，阿罗主，主着阿罗。第3节敬拜主，敬拜主，着敬拜主，着敬拜主上帝，敬拜主，着敬拜主，着敬拜主上帝，因为伊主爱，因为伊主爱，甲有地永远存在，敬拜主，着敬拜主，着敬拜主上帝。第4节，基督主，基督主，着基督主，着基督主上帝，基督主，着基督主，着基督主上帝，因为伊主爱，因为伊主爱，甲稳定永远存在，基督主，着基督主，着基督主上帝。服侍主，服侍主，着服侍主，着服侍主上帝，服侍主，着服侍主，着服侍主上帝，因为伊主爱，因为伊主爱，甲有地永远存在，服侍主，着服侍主，着服侍主上帝。6节，见证主，见证主，着见证主，着见证主上帝，见证主，着见证主，着见证主上帝，因为伊主爱，因为伊主爱，甲有地永远存在，见证主，着见证主，着见证主上帝。好，另外一首156首主爱的歌，听堂的主，咱先来读歌词。第1节，请主爱的歌所听的主，求赦阮得罪你，各想使阮心生正义，互阮用圣洁服侍你，心存敬虔吟诗。第2节。阮爱学习，在早主导伫加利利的海，受主顶调，家业无碍，专心地主入心灵界，常常欢喜服侍。第3节，
阮担翕幕心神恬静，亲像伫踮关山顶，求主甲爸交陪真紧。赞阮学主，sorry， 赞阮学主心得安宁，加天听主心情。第4节，阮爱安静国大恭敬，找主心欢喜，会通听你记好教示，愿你赞阮心受真理，哪食嘛哪滋味。求你施恩，哪天落雨，洗除斗争怨声。求你除阮忧愁惊吓，赞阮一切所行，有你和平三听。好，咱来吟诗第1节。再讲吟一摆。敬阿门。信心引导家，请咱备班心来敬拜。咱作为备班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走到。
耶和华，你所做的怎样遐多，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富有。愿耶和华荣光永远伫地，愿耶和华为着伊所做的来欢喜。吟诗学老上帝，圣诗282首，感谢主，着感谢主，请起立。同心压头来祈祷。我伫天顶的爸，万权能的主上帝，这个天要讲你的荣光，强冲也要保养你手所做的。阮的欢喜在伫你，我也要学罗你的大尊名。感谢你早起时，互阮来到你的面前，甲正兄弟姊妹做伙。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听你的教示。求主互阮无论日时、暝时，拢常常思想你的教示。当阮软弱的时，会用记得你甲阮所立的约，敬畏你，遵守你的诫命，听叹你的话，互阮离开罪恶，成做你圣的囝儿，有你所赐福气的芳气。愿兄弟姊妹中间有身躯病痛的，有伫病院治疗，还是咧厝休养，或者是心内忧伤、失望、艰苦、悲伤的，求主照你的慈爱，
人民阮每一位人。求主存你的圣手，彰显你的大权能，除去一切的艰难病痛，互阮伫黑暗中看见你的光明，互阮心内平静安稳。阮也要将今仔日的敬拜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主互阮自信伫你，听你的声音，求圣神降临，甲阮讲话，开阮的耳孔，也将你的教示藏伫阮的心内。即时，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煞接咱同齐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利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的苦啊，永远的活命，阿门。要同相信，有你降临，感动阮的完全，在阮敬仰你的国度，高天你的掌管。做来启用文第32篇，诗篇130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主啊，我对亲免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为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要同相信，求你感动，对教会的信仰，站立主名，对着和平，连礼拜教。做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是《列王记》上卷19章11节到12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卷19章11节到12节。
讲：我出来徛伫山里，伫耶和华的面前，看耶和华经过有大骨头的风，破离遮的山，拍碎遮的石，伫耶和华的面前。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再来赞美，今仔日请道声释共诗班来赞美，所献的诗歌是万有三甲欢喜。
愿一切的荣耀拢归予咱的天父上帝。所来正道，今仔日请地团道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有细搁轻的声。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透过即个《列王记》以利亚的故事，咱做伙来思考，啥物是即个有搁轻的声音。过去我伫学习的是即个天文，所以真侪人拢较毋知天文到底伫学啥物，所以我爱解说讲我爱出去观察，有当时去倒位安尼，毋过大家嘛是听无吼，所以到后来我爱讲，其实我就是爱时常去外口看星星安尼啦吼，听讲看星星，大家就较知影。毋过因就问讲，安尼你是学算命的时候，即个星座到底准不准吼？你敢会来替我分析一下吼？所以今仔日咱要来看圣经内底嘛有一个真特别的身份，敢若甲即个算命就有关系，就是即个先知吼。伫希伯来书第1章第1到第2节，咱做伙来读，下骹则是汉字本的圣经来请。上帝伫早已经托遐个先知用济单、济方法，甲你讲，咱伫遐个日的落尾，托伊的囝甲咱讲，就是伊所设立最承接万米的号，也捌对伊来创造遮个世界。这内底讲到即个伊的囝，就是咱的耶稣基督。上帝在早透过足侪先知，拢一直特别甲咱讲，伊即个救赎要对伊的囝耶稣基督来。所以伫圣经内底，即个根据即个字根，其实即个先知有4个意思。头一个是宣告、报告。所以，这个先知是一款的发言人、代言人。第二是这个字有这个流出来，还是水伫滚的这个意思。所以，这有当时这个先知伊会亲像上帝要用的这个器皿，伊要讲的话会安尼满出来。第三，这个字阁有这个呼调的意思。所以，这个先知伊是一款互上帝所竞选。真特别的所在，伫遮有一个即个被动的即个时态，所以即个先知毋是讲我立志，我要做一个先知。伫圣经内底的先知，经常拢是上帝主动来呼召的人。第4个即个意思是即个转达即个信息的意思，比如讲伫出埃及记第4章，上帝耶和华竞选即个摩西要做伊的即个。即个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即个摩西就讲，甲上帝讲，毋过我足含慢的，我足袂晓讲话，你哪会派我？你检查要派别人无？耶和华甲摩西讲，无要紧，我会派你的阿兄阿伦，伊是你的先知，加即个先知嘛是用即个字，伊是要替你讲话的。所以，即个希腊文将即个先知翻做 prophets， 即个 pro 就是为着代替的意思，即个fermi 即个字根的意思是讲吼。所以，即个先知即个意思其实较接近代替上帝讲话即个字吼。甲咱平常看中文感觉即个会使先知影一寡代志，即个先知其实伊圣经内底即个先知的意义是无共款的。果然，咱看圣经，咱真熟
就是伫咱39卷旧约内底，第一部分是律法书，啊，第二部分是咱讲历史，第三部分是智慧文学，啊，第四部分就是即个大先知书，啊，第五部分是即个小先知书。所以即两个大先知、小先知合起来，超过1/3，占即个旧约的即个篇幅1/3吼。所以即个先知书要传达的信息，伫旧约内底其实足重要的，有足侪比例是伫即个先知书内底。啊，若是咱看即个希伯来的圣经吼，因将即个圣经旧约分做24卷，因为有诶列王记上卷下卷因合作伙，啊，因分做共款即个摩西五经，这是共款的部分。啊，第二部分因是即个圣卷吼，啊，咱淡薄仔无共款，比如讲但以理书是。本来是咱的大先知书，毋过伫旧约伫希伯来的圣经内底，伊是属伫即个圣卷吼。啊，因将即个咱足侪的即个历史书吼，比如讲即个约书亚啊、士师、撒母耳啊、列王，因将遮的册摆列伫前先知书内底吼。所以，比如讲，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以利亚的故事，伊就是记载伫即个列王记内底，有足长的篇幅。啊，毋过咱想看觅，敢若无读过即个以利亚书吼。其实圣经内底的即个先知有分做2款，有一款是讲伊有写一寡作品会使留落来，比如讲以赛亚书，还是。遮个咱12小先知内底，每一卷拢有遮个作品留落来，互咱会使参考来看。啊，毋过有足侪先知，伊无写一个独立的即个记录，变做比如讲以利亚书无即款。毋过伊留伫即个列王记内底，所以咱有看到先知其实有2款吼，有诶是。有一本册就是伊的名，毋过有诶是写伫即个无共款的历史的书册内底。所以若是按照即个希伯来的圣经来分吼，即个先知的册搁较侪，超过40%拢是伫讲即个先知吼。所以即个先知其实伊讲的话，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拢是有利益的，比如讲，咱从即个先知书的信息，若是将伊整理，其实差不多有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讲上帝是超越，是公义的上帝。若是无遵守上帝的诫命，就会有审判。这是第一款的主题，拢是差不多即款的。啊，第二个，咱看到即个先知内底，伫讲的是上帝的慈爱。若是咱肯悔改、放下偶像、归向上帝，伊拢会怜悯阮。这是第二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拢是伫讲将来要成就的代志，就是咱耶稣基督甲上帝的救赎。所以，咱若是回想。大家毋知有印象，上早头一位先知应该是啥人？可能我伫想吼，其实是即个以诺吼，伫即个犹大书第14章14节到15节有讲亚当的迄个7代的孙以诺吼。伊甲众人讲，看恁爱悔改，恁爱有审判来吼，这就符合即个先知的即个定义吼，因为伊是代替上帝伫甲众人宣讲伊的信息。啊，咱知影以色列历史内底上伟大的先知是摩西吼，啊，甲伊同时代有即个阿伦，还是米利暗伊的姐姐，这是头一位的女先知。啊，伫士师的时代嘛，有一位女先知，就是
底波拉吼，记载伫4世纪第4章遮嘛是有看到先知有男的嘛有女的。啊，搁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即个拄仔讲即个先知有即个被动性吼，应该是上帝去拣选的。毋过咱看到先知嘛有即个团队，嘛有即个先知的学校，比如讲伫即个撒母耳上悬19章遮，看到扫罗派伊的使者要去杀大卫，因看见一阵的先知伫遐讲先知话，啊，搁撒母耳我伫因中间监督因，所以即个一阵的先知吼，啊，搁有一个老师，搁有一个领导，撒母耳伫遐可能甲因教讲一寡爱注意的咩咩角角安怎来服侍上帝，安怎来传讲上帝的话吼。啊，咱看到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因嘛拢有即个学生吼。所以即个先知因的即个信息，拢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啊，伫即个足混乱搅扰的时代，咱所有的啥物是对的，啥物是毋对的，啥物是好的，啥物毋好的，拢揽做伙。毋过先知伊会使用上帝的即个角度来看，清楚知影伊爱看到即个世代啥物毋对的所在。啊，今仔日咱可能嘛拢会经历到即个甲先知共款的即款的心情，因为咱有时想要持守咱的真理，毋过咱发现咱甲边仔的人可能有无共款的价值观的时阵，咱敢有勇气去传达、去坚守咱的信仰。啊，有当时咱看袂清楚，甚至有当时咱是超工，毋敢看清楚，也是咱看见，毋过咱煞伫遮犹豫不决，拢有可能。求主帮助咱，会使学习即个先知安怎忠实的来传讲上帝要互咱的即个信息。所以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以利亚的故事，迄发生伫即个亚哈王的即个时代吼。啊，亚哈王是一个上帝看做掠做歹的王，因为伊上大的即个，若是用历史的角度来看，伊是将即个偶像引来以色列百姓内底的即个一个王吼，因为伊带一个外邦人的皇后亚瑟伯吼，啊，即个亚瑟伯因本来伫即个西顿，伊拜的是即个气候的神吼，管啊即个天气的，也是火的即个巴力吼，啊，伊将即个偶像引来即个以色列，啊，搁大量的即个训练巴力的先知吼，连咪咱会看到伊有450个即个巴力的先知吼，伫遐服侍因的即个神明吼，所以上帝就派以利亚去甲即个亚哈王警告讲，恁爱悔改，恁爱活倒转来敬拜上帝，无我对即当阵开始，天就袂落雨。啊，真正开始耶和华就甲即个以赛亚讲，你爱去即个基利斯吼，基个溪边，啊，我伫遐已经备办蚵仔会甲你养饲，所以每一工早时暗时，因拢会有肉，有即个饼蚵仔的，啊，安尼将即个肉，将即个饼送互以利亚伫遐食。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吼，因为若是叫我去旷野，啊，即摆我毋知大家会使偌久，莫看手机。若是伫一个无讯号的所在，你会使伫遐安静，也是伫遐休困偌久。啊，即个以利亚伫遐3年搁6个月，一直到即个水拢干去啊。毋过每一日上帝拢备办即个乌鸦来互伊养饲吼。啊，到即个时阵，上帝搁甲以利亚讲：起来，我爱你去一个城市，遐有一个寡妇甲伊的囝，因会服侍你。所以即个以利亚到即个城市，找到即个寡妇甲伊的囝，问讲：我足枵的，我足喙焦的，你敢会使为我备办一寡食物？因为上帝
找派我来到恁遮。毋过即个寡妇伊安怎讲？伊讲我剩最后一丝丝仔米，一丝丝仔即个米粉，搁一丝丝仔即个油，我甲我的囝按算做最后一摆的饼，食了阮就要等死。结果伊伫遐祝福了后，因发现因的即个饼，因的米粉甲即个油，永远袂减少，永远有剩。这个是一个足大的心热，伫伊伫遐的心上，甲即个寡妇甲伊的囝的所在。第三个，伊伫遐佫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就是即个寡妇的后嗣叛变，煞死去。所以伊即个寡妇足毋甘的，伊伫问讲伊俩讲是安怎上帝派你来邀请我甲你做伙服侍，是安怎即款的代志会发生？伊伫遐一只，伊其实嘛毋知是安怎会拄着即款代志。咱即马伫平常的时阵，有足侪的挑战，是安怎咱会叛变？是安怎有咱的亲人会拄着即个痛苦？咱足侪的埋怨，足侪的无了解，毋过咱拢袂记，咱是用咱家己人的角度伫看即项代志。若是你用上帝的角度伫看即项代志的时阵，啥物是好，啥物是歹，其实是上帝讲了才对，毋是用咱的角度。所以伊伫遐伫遮学习的时阵，虽讲伊已经是一个先知，有上帝会甲伊讲话，毋过伊嘛是有足侪无明白的所在，所以伊就按照伊的祈祷来恳求上帝讲：主啊，若是你愿意将即个孩囡仔的灵魂，搁一摆转去伊的身躯，结果上帝有听伊的祈祷，即个囡仔搁活起来。所以即个寡妇就讲：即马我知影你是先知，你的耶和华讲的话拢是真的。所以咱看到伊伫遐应该甲上帝同行，伊应该足有信心的。伊经历遮尔济的心热，所以耶和华搁一摆，搁请伊伫遐去甲即个亚哈王讲：你将你或者的先知做伙咱去山顶，咱来比赛，看啥人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伊伫遐将遮以色列百姓甲即个巴力的先知，拢来到即个山顶，因起两组即个祭坛，要来遐比赛，看啥人的上帝会接纳因的献祭。结果，即个巴力的先知450几个人，伊伫遐开始跳舞，开始敬拜，开始伫遐祈求因的上帝、因的巴力来接受即个因的献祭。毋过跳舞跳到中昼，无声音，嘛无回应。因继续跳，愈来愈大声，有个人摕刀仔出来挂伊的身躯，要流血，要献祭。毋过跳到暗时，共款，因的巴力无出声，无回应。即时换到以利亚，伊为着上帝的名，用石头来伫遐起一个坛，伊搁伫四有周围挖一个沟，吩咐人讲：恁去用水将即个祭坛淋好淡。连迄个沟仔的水拢满出来，咱你想象，若是即个水、即个茶拢淡起啊，敢阁有法度会使点起来？这伫人的角度来看的时阵，其实真困难。毋过以利亚咱的上帝祈祷讲：耶和华啊，阿伯拉罕、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今仔日，互百姓来知影你是阮的上帝，求你，互因知是你要叫因来活倒转，甲你的关系。所以即时就看到即个火落来，将即个所有的罪拢烧去，拢接纳。所以所有的百姓
拢真惊吓，因发现原来因拢毋捌即个耶和华才是因的上帝，所以即个代志，因着将即个所有的捌历的先知拢提起。啊，看起来这是一个故事的高潮，而且有足大的成功，足大的即个战役的胜利。以利亚打败即个所有遮的巴力的先知，毋过即个亚哈王转去的时阵，将遮个代志甲即个亚瑟伯讲的时阵，即个亚瑟伯无马上的来顺服，嘛无接受即个结果。伊派人去甲以利亚讲，若是明仔载即个时阵，我无互你共款，甲我遐个先知共款，我着咒抓我的上帝会处罚我，会用双倍的惩罚着我的身躯。所以即个代志足奇怪的，咱看到以利亚，伊遮尔有遮尔济的信者甲伊伫地，毋过因为即个亚瑟伯的即个一句话，即个态度，毋知是安怎。咱看到即个以利亚，伊真惊吓，伊着要逃走，要去旷野内底。咱可能知影，伊经历遮尔济代志，伊服侍上帝，伊可能感觉真忝，伊感觉真失望。是安怎有遮尔济的信者，上帝的百姓，阁无毋肯悔改？即个邪恶的即个皇后耶洗别，嘛是共款，无爱认即个耶和华是咱的上帝。所以即个以利亚，伊可能经历的即个史无前有的即个疲惫感，甲即个无力的感觉，所以一个人伫旷野，拄着一丛树仔伫遐困。即当阵伊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有够啊，我到遮就好啊！求你将我的性命摕去，我无比我的以前的即个先知较敖，你去请别人来传达你的信息，我做袂到，太困难了，我放弃啊！毋过咱看到上帝安怎来安慰以利亚，伊派天使甲以利亚讲：以利亚，以利亚，遮有烘好的饼甲水，你起来食。以利亚伫旷野内底行遐尼久，应该是阁枵阁喙焦。伊即马上需要的是啥物？一顿好食的饼，一个滚水互伊啉，互伊会当好好啊休困。上帝的天使就是安尼伫服侍伊，伊继续伫遐休困。第二摆，即个天使阁来甲伊讲：以利亚，以利亚，遮有烘好的饼有水。你来食，你来啉。继续，以利亚就靠遮个饼、遮个水来到上帝的圣山，就是何烈山。伫遮，伊入去一个墓坑，毋过上帝伫遐问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其实咱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伊敢需要问以利亚讲：你伫遮创啥？上帝应该本来就知影以利亚伫遮伫创啥，是安怎上帝要安尼挑工故意来问以利亚呢？其实伊是伫提醒以利亚，搁一摆的回想反省，你伫创啥？你做遮尔济代志，你甲我同行遮尔久，是安怎你伫即些时阵跋倒累志？毋过咱看到以利亚回答是安怎？伊这是头一摆，伊无法度接受上帝的即个提醒。伊讲：上帝啊，我为着你大一个心，毋过你看你的以色列的百姓，因拢无爱听你的话，搁杀了你，杀死你的先知。即马只剩我一个人，因搁继续要杀我。所以以利亚伫遮，伊无法度。即个对伊的即个处境内底诱出来，伊满脑子伫想的拢是安怎伊先遐尼济信者，毋过以色列百姓犹阁伫遐毋知影要悔改。
所以耶和华就看到咱拄仔读的即个经节，有大风伫遐经过，毋过耶和华无伫内底；有地动伫遐，毋过耶和华嘛无伫内底；佫有大火经过，毋过耶和华嘛无伫遐。最后，即个大火了后，有一个足轻、足柔、足细的声音，佫一摆问以利亚讲：以利亚，你伫遐创啥？即个足轻足柔的声，伫原文内底有一个安静的意思。毋知咱伫即马咱的状况内底有足侪代志，哇！即个纷纷扰扰，互咱拢无法度安静。即马的新闻，即马厝里的代志，囡仔、爸母的代志，互咱的心思意念拢伫即个足丰富的即个，亲像地动、亲像大风、亲像火安尼的事件内底，咱是毋是无法度去听到迄个足轻足柔的声音？所以，佫一摆，以利亚嘛是共款，甲上帝讲：我为着你大热心，毋过你的百姓拢无爱听我的话，因拢要杀我，即马剩我一个人，因佫要掠我。最后，耶和华甲以利亚讲：去，我要你去，即个按立即个以利沙做你的续接的人，因为伫以色列中其实有留7000个人，因是袂捌即个巴力跪拜，嘛毋捌真巴力的。哇！看到遮，我足感动的。原来以利亚，伊虽妄伊是先知，伊听到足侪上帝甲伊讲的计划，毋过伊嘛是有信心软弱的所在。伊毋知上帝的计划内底，其实伊毋是孤单的。上帝伫伊的计划内底有留足侪咱的同伴，要做伙来去做上帝的即个去做上帝的即个国度。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来思考，是毋是咱时常拢听到即个大火、大山，还是即个大地动的即个声音，咱拢袂记去听即个圣神足柔、足轻的即个声音。请咱试看觅，咱将咱的时间分别出来，咱安静来去听圣神即个足轻足柔的声。啊，第二，咱的教育馆即马起好啊，咱会使怎样将咱家己备办？咱已经完成即个建堂建人的即个意向，即马建堂到一个段落，建人咱会使安怎备办？来成做上帝要使用咱的器皿，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先知的教示，透过以利亚的故事，搁一摆提醒阮，伫这个世界当中，阮爱时刻以上帝你的眼光来看咱所伫地的这个世界。当阮看到甲咱无共款的价值观的时阵，求你赐予阮勇气，会使勇敢的去持守你的真理。嘛感谢主，你伫阮最野生的时阵，时刻的陪伴，赐予阮所需要的安慰甲快乐。求主你帮助阮，会记阮永远是你的囝儿，永远是你的宝贝。阮要成做你的门徒，为着就是要伫阮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主耶稣你是基督。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建堂的意向渐渐完成，嘛求主你继续的装备阮，互阮嘛会使完成即个建人的即个意向，伫顺服合一，成做你的门徒内底，透过阮成做带互即个社区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做来吟圣诗156首，主我的爸所疼的主，请起立。请坐，续来请咱道生的校长院长来请安报告。康老师，下探到各位中级、甲兄弟姊妹平安，足欢喜的吼，足久无来甲恁做伙敬拜啊！今仔日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吼，我足欢喜的吼，感觉足心足温暖的吼。啊，感谢贵教会接受阮来甲恁做伙敬拜，虽是足久无来，但是阮来到遮感觉讲，敢若是已经咱拢捌足久啊，拢足熟悉吼，因为因我迄个林志远牧师伫遮时阵，我当差不多逐当拢有来吼。啊，足欢喜！今仔来遮的时阵，牧师讲我甲你分享阮的意向，阮的意向吼。阮的意向是，就是要栽培教会的迄落古典音乐，会通甲恁栽培完，甲学生栽培完，通去各教会去服侍吼。啊，定定有教会敲电话来，你像顶个月个教会敲电话来，讲要爱实习生，啊，要去指挥诗班，啊，要去司琴。啊，我实在拢足歹势，因为阮学生无介济，啊，有当时有啦，你像为还未栽培好势。我袂当送出去，因为我一定爱栽培甲足好势送出去，所以你要指挥要司琴拢是无问题。所以我甲上帝讲，我讲上帝啊，你若要爱即间学校，着为主你做工啊做盐，爱当去栽培人，恳求主你，互阮即个老师有搁较大的能力来甲学生栽培教育足好。啊嘛恳求主你搁较侪学生来，阮通栽培教育通。送去各教会服侍，才袂讲人搁敲电话来，我实在无啊，因为会当派出去，我拢派出去。所以我伫遮请甲大家迄落恳求，就是讲，恁若知有人讲要爱读圣乐，啊，恁会当送来，就阮头足近伫迄个北投伫山顶尔吼，来半山上，所以来无远，啊，你就当甲伊介绍来，我会当甲伊栽培，啊，
栽培了解，会当去教会去服侍，也是搁迄落有啥物合场，我通去服侍吼，感谢恁。搁请恁若替阮祈祷，就是阮不但需要大家支持，祈祷背后的支持，我们需要若实质上，恁也会使替阮奉献，阮会当做搁较侪上帝的工。阮今仔有抓一寡物件要来甲恁分享，即块吼是真特别。就是即个阮旧年唱的 CD， 这是恁伫别位毋捌听过，这是阮的教务主任，就是陈茂轩教授，为着阮所写的迄落约瑟的新领衫，伊一生所穿的衫，彩衣、雪衣、球衣、四麻衣，这是伊一生的过程吼。伊为着阮写有4幕，恁当摕去听，听了会当甲人做伙分享吼，袂当送互人。这是阮两前所唱的《创世纪》。就是 creation 吼，拢唱啊，拢真恁会当摕去甲人分享。阮伫后壁会当，恁会当摕，但是就是免费的。恁若听了，恁若感动，会使为阮奉献。搁这是阮的迄落院训，恁若讲对阮的学校无介了解，恁会当摕去当去看，然后对阮更较了解。若有啥物代志，有啥物疑问，会当敲电话互阮，阮会使甲你分享。多谢。咱备办心来奉献，奉献的是金献做偌济。请起立。请坐。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念一摆，请大家做伙来念2解。罗马书第8章16节，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甲干净，咱做上帝的囝。咱做伙来念。罗马书第8章16节。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甲干净，咱做上帝的囝。罗马书第8章16节。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甲干净，咱做上帝的囝。
再来欢迎咱首先来欢迎咱道生圣乐学院的诗班，今仔日做伙来敬拜参与今仔日的事奉是起立。请坐。所以毋知有今仔日第一届来教会做伙参与今仔日敬拜是毋是会当起立，互阮来甲你欢迎。好，若是无，咱来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后礼拜主日举行圣礼典，第二堂礼拜有洗礼，请代祷。10月1号到2号国定假日，办公室休困2天。10月2号基督会暂停。奖学金的申请到今仔日为止。10月18下道班开课，若有要洗礼也是上课的兄弟，请办公室也是招待到报名。10月5号早起9点半，少年团体举行月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再请牧师带咱公道。除了咱踮咧拄仔所看到教会遮的事工，以及周报内面所写的，嘛，咱特别也为着拄仔和咱分享道生性格行业因所咧推动的事工，通帮咱正教会伫咧敬拜顶头，搁较会当亲分子。特别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本身，无论是家庭，也是咱个人，身体健康、心神，也是咱知影咱的肢体，也有特别需要治疗、修养的、疗养的，咱也肯在祈祷中，恳求主的怜悯，以致降落伫逐人的身上。所以，就是请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咱做灵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互阮当踮这个角色，咱好领受主你的看顾，阮特别恳求你看顾阮的国家领选，有这个执政团队得到开力，国家得到安全、卫士得到幸福，主的智慧能力伫执政掌管的中间，我认为教会恳求你怜悯看顾，教会和区，尤其是伫暑假学西中间，我哋当下日宣告主啊，怜悯我掌管，互阮能家己伫主的面前得到医治，得到信息，也当将这守护者、守护者，主你的心、你的灵，甲阮三个地地，因带保守阮。万权能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伫现今国际局势变化接紧的时，愿恳求主你固守带领，无论是台湾的前途、国家的安全、百姓的幸福，拢伫主你掌管内面。恳求你赏赐智慧能力，互执政掌权，通互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甲行伫真理的中间。阮也恳求你看顾引带。互教会无论是事工部团契，也是阮中职甲兄弟姊妹中间的牧养，拢会当得到健康，得到健全。恳求你怜悯，特别是身体、心神软弱、入面孤单兄弟姊妹这肢体，有主耶稣基督你本身甲阮同在。通互阮无孤单，嘛袂惊吓，面对头前勇敢来跑走。阮也要为着主所赏赐，互阮会当伫教育馆落成这段时间，阮会当搁较多献身伫这内面，三甲合一伫咧宣教异象中间，通互教会成做守护社区心灵的福音中心。恳求主你的慈爱怜悯，加倍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阮的家庭、
阮的健康、阮的工作，拢得到你的坚固。阮来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吟上行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面倒避讳。